今仔全台湾拢放风台假，目前3度2风台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了，也毋过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慢，所以影响台湾的时间会变长。气象署早起嘛针对屏东县的山区、佮有台东县发布超级大水雨的特报，其他的县市哦，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甲大雨。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南部地区地势较低所在，就要特别小心海水倒击。第3度2风台愈来愈晚，台东得到的风雨也愈来愈大，而且还有长影。气象署讲，第18号风台3度2，昨日透早2点已经减弱成做中度风台，不过伊的速度也是正慢，影响时间也变长。目前风台中心是伫咧高雄西南边的海面上，但是受到东北季风加地形的影响，估计风台会继续减弱。目前它所在的环境其实不太利于它发展，甚至会逐渐减弱。像今天清晨就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，还会持续减弱再下去啊，有可能在登陆之前是比较弱的中度台风，甚至可能是轻度台风。虽然风台强度减弱，不过对台湾的威胁依然伫咧，尤其是越位跨流的强降雨加强风。气象署早起针对屏东县山区也有台东县发超大雨特报。恒春半岛加花莲县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，加去台南、高雄等地是有局部雨。因啊，贵人北海岸、台北市山区等9个县市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气象专家提醒讲，伫南部地区一定要注意风台满流了海水倒灌，地势较低所在容易淹水。因为强风是往陆地走，所以海水会被推进来。那陆地上大量的雨水要往海边排，那海边的海水再往内陆冲，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排水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差。专家讲，北台湾风雨虽然也无明显，不过日暗了风雨会愈来愈大。估计风台登陆的时间可能延到初3拜四透早，路线可能沿着西半部向北边行。气象署强调，秋天的风台变化较多，路线可能随时拢会改变，风雨的影响也有时间，也会随时做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